一般人对着人行道的印象拢是白色的斑马线，不过东区复兴国小伫咧推动交通安全的过程中，为了让孩童会用个介意行人行道，特别将校内连接两栋大楼之间的人行道进行改造。一方面，申请工程人员维护人行道，需要邀请对着地景彩绘有研究的老师，指导学生共同来彩绘。因为校内的这个老师的车子很多，那孩子在经过这2栋建筑物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觉得很危险。那也刚好我们教育局呢也非常支持学校，我们这次学校也因为交通安全有来参加我们的金安奖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补助呢，我们刚好可以来做这个人行道。那我们觉得就像国外我们在看到人行道有时候都很一般的样子，那最近有很多的3D 的一个彩绘，可是我想说在学校现场我们让孩子能够跟我们现场教育结合，所以我们跟老师跟孩子讨论之后呢，就讲说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，所以我们用琴键代表音乐，那另外一个是用毕卡索的一个色块的方式呢，来呈现我们的整个人行道，让这个学校呢比较多的颜色，让孩子看到就觉得很喜欢去走。所以我认为说，让孩子在情境中学会交通安全，也不知不觉就会习惯走人行道。伫咧彩绘过程，完成学生拢真好奇，但完成以后，拢被缤纷的色彩所吸引。一条是结合几何图形毕卡索的人行道，另外一条是大型的琴键。吸引不少学生介意伫琴键顶面来走走跳跳。之后看到他们在涂鸦这个或者是设计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很新奇。我在旁边跟朋友一起看，那看了那时候想说，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可是做完的成果让我大吃一惊，没想到是这么的美丽，这么的奇特，没看过斑马线，我觉得很新奇，因为一般的斑马线会觉得只有黑白的，让你觉得很无聊。可是学校都有这个彩色斑马线之后，让我更愿意的走这个斑马线。那走斑马线可以保障我的安全，也可以保障来车安全，所以我觉得学校都有这个，不仅学校更缤纷，我觉得我们看了也很开心，蛮好玩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去想象中这个琴。就是我们是小人，然后琴是大的，然后我们就去跳那个琴键，然后就假装那个会发出声音，然后我就会在那边跳。然后毕卡索的话，我会去想象中，我会变成那个正方形啊、三角形啊之类的，我就会去想象中我是那个，然后就会一直跳来跳去。学校将原本单调的人行道变成色彩缤纷、趣味的人行道。不但让交通安全的宣导变加趣味轻松，小朋友爱行，养成过马路行人行道的习惯。如果无违反道路安全的规则，学校的师生嘛希望会用将彩绘人行道推广到校外周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